唔係國際大牌買唔起，而係 Shaby 抵食夾大件。咁筍，30-40歲仲搞掂識咗4-5年嘅陳年班，面皮畫個雞蛋白到發光啊！上30K都有張人見人讚嘅膠原高級面。咁而家就可以入手日本 Shaby 祛斑金箔精華。20歲皮膚暗沉嘅，30歲有色斑堆積嘅，40歲蠟黃生斑嘅，只要你係想美白祛斑，你就用佢，唔做表面功夫，一路綠燈，日日爆單，身邊嘅朋友都跟住用，用空4支又團8支，好嘢唔驚多，2嚿水超抵買，任你厚膚都唔肉赤，日本特許專利成分 Lactobacillus Rose 發酵長眉，高效益黑左黃美白，94% 純金因子直送養分到底層，唔係表面白，係由內透出嚟嘅冰感光澤。仲有8大美白成分，紅果金、月見草等美白大佬，將曬斑、色斑、暗沉一網打盡。上個月做 pre 前嘅爆痘發黃，今日素顏見客照殺。當年色斑變淡，一活化水，溫和無刺激。用落嚟真係覺得痘印淡得好快，上次 Perry 嘅痘印都消得差唔多啦。而家皮膚肉眼睇有啲水光感。最神奇嘅係佢超級溫和，用落嚟一啲都唔刺痛，仲要特別滋潤。而且作為一個敏感肌嘅美白精華嚟講，性價比真係超高。門市即試即賣，快啲入手變靚啦！